因為其實我哋做呢個項目係當然商業化一部分，但係其實都有慈善成分嘅，即係對比你去食一啲可能係糊狀嘅嘢，但係可以食到呢啲軟餐。咁其實令到老人佢哋可能最後嘅20-30年嗰個開心好多。其實我大學裏邊已經好多嘅創業經歷。咁喺畢業嘅時候其實就大約主要做係 e-commerce 嘅國際貿易，咁慢慢我哋就開始去做代理啦。如果要做一個項目要長遠咁做，咁其實就要有自己嘅技術、產品同埋品牌。咁就啱啱好有嗰陣時喺香港同大陸嘅創業嗰個氛圍好好啦。咁我就揀咗喺翻嚟香港。香港其實好缺乏呢啲吞咽障礙需要嘅一啲日常嗰啲產品啦。日本產品譬如你又要再代理翻嚟嘅成本會高好多。我哋團隊裏邊係有 Imperial 嘅博士，咁我哋研發個產品同時參加創業比賽，咁樣又贏咗喎，有啲獎金喎，所以就啟動啦。我哋圍繞唔同嘅產品線係去慢慢研發，就係咁就有而家呢系列嘅吞咽障礙產品線。其實我哋19年開始做嘅時候呢，喺香港係冇乜人講呢件事嘅。譬如我哋合作嘅教授，咁佢本身係呢行業權威，但係真係落地嘅產品嗰時係唔多嘅。我哋開始做之後，政府大力推，佢資助社聯大力去推，咁突然間呢，就喺而家基本上所有嘅老人院都知道咩嘢係呢個照護食啦，即係佢哋仲定埋一個標準係叫照護食標準退休，即係其實我哋都有參與啲標準嘅制定嘅。嚟到呢一刻咧，你覺得照護食最困難嘅位喺邊啊？即係發展呢間公司。咁其實一開始就係一個生產嘅成本，香港要做呢個製造業食品，其實嘅成本好高嘅，再加埋其實養老呢個市場，佢哋引入其實就個時間性就唔係好迫切，係，所以你見到其實之前有好多呢個照護食嘅企業消失咗。其實咧目標我哋希望或者係以成個市場嚟睇啦，即係慢慢就係一個生產嘅量變大，喺供應鏈上邊將個成本壓低，點帶老人可以買平好多。你覺得你哋照護食最關鍵個 impact，你覺得係乜嘢？佢係有一個完全唔同嘅感覺同埋體驗。咁其實老人佢哋即係可以開心嘅嘢唔多嘅一日，所以可能一餐就對於佢哋嚟講係好大幫助，提升老人嗰個生活質素係一定要多啲款式㗎嘛。所以其實本地研發係會對成個發展好大幫助嘅，因為你有本地嘅口味。你覺得而家最好賣咩產品？廣東口味嗰啲最好賣，即係咕嚕肉啊、鳳爪排骨飯啊嗰類係。